好，大家好，我係無望愛嘅主席范寧醫生。宏福苑咧發生火災之後咧，咁我哋同事就已經開始留意呢件事件嘅發展，因為見到即係唔同嘅新聞嘅 channel 都一路講緊個死亡數字係上升緊啦，而係個火災嘅嗰個撲救情況又未如理想。根據我哋過往面對好多突然離世個案嘅嗰個經驗咧，今次睇落去係一個大規模嘅事件嚟嘅。同埋應該啲家屬咧係會面對好多一啲叫複雜性哀傷，面對一批失去家園甚至係經濟支柱嘅家庭咧，咁應該佢哋個壓力會好大。咁所以我哋嗰晚就已經決定係我哋會係冇上限咁樣幫家屬係去做喪禮。呢個都係一個我會叫做一個勇敢嘅決定嘅，但係唔係一個倉促嘅決定，因為我哋覺得係要搏盡啦咁樣。咁真係我哋服務過嘅應該係超過20幾位嘅咁樣。嗰陣時候就印尼領事館咧就話佢哋係會即係叫做協助晒所有印尼嘅姐姐咧，就等佢哋可以即係安心翻屋企嘛。咁啊，但係因為其中有一位家屬咧，就佢有位印尼姐姐，佢淨當佢係屋企人，因為佢照顧得好好啦，照顧佢嘅即係親人照顧得好好。由一位抑鬱嘅老人家變成一個開心嘅老人家，咁所以佢真係當佢係自己屋企人。咁佢亦都有主動係同佢印尼嗰邊嘅即係父母啦接觸啦。咁佢都感受到嗰種係好想個女盡快翻屋企嘅嗰種嘅關切啊。咁所以佢就問我哋可唔可以幫手。其實同事又真係好好啊，同事係每一個部門咧就同相關嘅政府同事講話，佢屋企人好急。佢屋企人好想佢一個離鄉別井嘅女早啲翻到自己身邊，又真係啲政府同事都真係好幫手，即係每日行多少少咧，咁變咗原來呢位印尼姐姐咧，到最後咧佢係第一位翻到家鄉。我諗見到一個最平和、最親切嘅最後一面咧，其實真係好重要。有好多個面容咧，其實基本上咧係連屋企人自己都認唔到噶啦。即係最重要嘅喪禮上邊，如果係大家想做到瞻仰遺容，見到自己親人嘅最後一面咧，似乎係 3D 打印咧，係將佢嘅樣貌係變成一個即係面具，然後再做化妝，同埋加翻頭髮啊各方面啊，配合佢嘅衣着咧，係會令到屋企人咧個心情係會即係平復多啲嘅。咁所以我哋先會用呢一個技術，尤其是係當遺體修復，又或者係即係化妝，遺體修復加化妝做唔到同一個效果。其實咧每個遺體都係一個挑戰嚟嘅。生命仲禮師就走埋嚟話：喂請你可唔可以入邊去幫手咧？咁樣咁原來係擺唔到個面具落去塊面度，即係你要明白一樣嘢就係唔係醫院離世啊嘛。咁可能佢個身體肢體咧，令到咧係遮住咗塊面啊！一啲嘅操作啦，就將嗰個 3D 打印嘅嗰個面具咧擺落去啦，同埋頭髮啦，令到屋企人感受到咧佢係安詳地離世。感恩係嗰個過程，除咗做到之外咧，就發現到佢有一條頸鏈，即場洗乾淨啦，俾翻先生，咁就佢自己選擇保留翻嘅。無論佢係細到3歲，定係一個好老嘅老人家，佢都能夠用佢自己個方式咧去做好個紀念咧，就係能夠讓佢透過最後送嘅呢一份禮物，係送到出去就重掌翻嗰個掌控力啊，同埋自己有個參與度。因為譬如話有個爸爸，佢都同我哋講，佢話我個3歲小朋友，佢有時候都會問我媽媽去咗邊。我都已經有難題點樣同佢講，到佢大咗嘅時候，當然佢有一日都會知道媽媽離開咗啦。我點樣令到佢唔會有遺憾呢？因為我哋真係去標榜一樣嘢係容讓個喪禮做到係減少遺憾。小朋友，媽媽最叻係咩啊？你最掛住媽媽啲乜嘢啊？中意同媽媽係睇蠟筆小新。媽媽因為好中意蠟筆小新，又會有快樂。
如果做一個紀念閣係有媽媽嘅相片，你又可以即係用你嘅方式去表達一啲嘅唔同蠟筆小新嘅媽媽嘅情緒喺入邊笑啊，媽媽瞓覺啊嗰啲造型嘅話，其實對於個小朋友嚟講，佢就參與咗一個喪禮。而另外一個小朋友呢，就係佢突然間因為媽媽離世之後呢，由一個10歲嘅小朋友，突然間就好似我要撐住爸爸。我知道媽媽走咗，媽媽好中意我彈小提琴，我要送一曲小提琴俾佢，幫佢拍低兩個小朋友點樣去紀念自己媽媽。尤其是係容讓3歲嗰個，等佢大咗之後呢，佢可以睇返，原來當時我真係有咁樣去好好咁樣紀念自己媽媽㗎喎，咁樣冇做過任何嘢，同埋我有去參與，其實係兩件事嚟嘅。佢哋係一班唔應該死嘅人嚟，因為係一班係譬如等住其他屋企人返屋企，但係就冇啦，冇可以再發生啦。呢一件事嗰個輻射性同埋嗰個規模實在太大，點解香港都仲會發生一件咁嘅事呢？我相信呢樣嘢先至係全香港嗰個情緒嘅嗰個觸發點。第一件事都未完啦，第二就係呢件事係唔應該好容易就被忘記，包括佢哋嘅家屬或者佢哋嘅朋友都係有唔同程度嘅影響咧，係需要繼續同行。佢哋其實而家係基本上係個生活嗰個破落，係我用破落呢個字，係遇到一啲係變成係單親，仲有小朋友嗰啲，其實佢哋都仲未完全係安頓到小朋友嘅照顧，仲係個生活嘅重整仲未完成嘅時候咧，根本有好多係佢自己撐住啊！佢自己撐住嘅話咧，其實係仲有好多潛藏嘅情緒咧，其實未能夠完整地反映到出嚟。我唔會用1年、2年、3年嚟到去做最低嗰個所謂嘅結算咯，所以我哋係需要繼續去支援呢一班家屬咯。